副总统赖清德讲到核能紧急使用的问题，民进党当时要放弃恢复加园的政策咧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是强调讲，这牵涉到法规、现状，社会嘛爱有共识。有学者是表示讲，因为迄厂、迄二厂的执照拢已经到期了，有法度改做赖清德讲的紧急备用，嘛是爱先摕到使用的执照才有法度。院长，我们非核家园的立场有改变吗？副总统赖清德提出紧急时启用停运转的核能机组议题，外界关注政府2025恢复加园路线是不是要放松咧？行政长陈建仁甲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共同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这个问题。王美花回应，牵涉法规现状，也爱有社会共识。涉及核安主管机关以及核能专家。怎么样来研议一个这个安全的使用机制？那当然也需要跟国会来进行沟通，取得社会的共识。王美花无将话讲死，有学者是乐观看待。不过核电厂产值中客考验也多，核议已经展开毒液作业，而且基础牢固。核治毒液计划已经通过，用过燃料棒储存空间无够。核三毒液计划审查当中，不过为技术面来讲，毒液的难度较低，关键是伫核一、核这执照拢已经到期。他应该先想办法让这4部机组先研议，取得执照之后，他才有办法做到赖副总统讲的转为备用。研议其实不是问题。学者指出，核一、核二目前虽然都核，不过依然是伫过去停机的状态，所以伫紧急情形之下要使用，并是袂使。不过爱互机组运转执照延续，才能马上上线。原林会市认为，目前无法度进行安全审查这作业，核一、核二无法度做到紧急情形之下来使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